因為受到這西南風的影響，屏東地區對昨暝開始落雨，到天要光的時陣，佫有短時間上大雨，造成這屏東市一間幼稚園的門口積水是差不多有半個臉仔懸，好在囡仔上課的家長是感覺真無方便。因為這幼稚園的土地是空滾的，所以就要由軍工來改善。目前是先扛一台抽水機來協助排水。學校連進校門口都淹水。家長早起要送囡仔去幼稚園，結果通對後園的路面攏是水，車駛慢慢啊嘛是有水丘。屏東地區對昨到暗時開始，就雨一陣一陣，天要光時，佫有短時間大雨，結果造成屏東市區這間空滾的幼稚園門口淹水，較低所在甚至淹到要腳頭，因為只要上大雨，門口就會淹，互袂少家長感覺困擾。對，會積水，下雨我們就可以開機打黑。如果車子比較低的話。對啦，那你就是陷下去，對，它就是水會積在，好像長期都這樣子了哈，很久。下雨就很久。幼稚園表示，112年成立了後，便若拄到短時間上大雨，門口這地形低，就熬淹水，愛等雨停就會慢慢消透。進前家長就向幼稚園反映，不過狀況攏無明顯改善，因為幼稚園的土地是屬於空滾的，改善工程嘛是愛由軍方來主導，園方無權利施工，連邊仔的清潔隊人員嘛愛留水巡視。這個地方是一個算是個尾端，所以它排不出去。那目前軍方是有準備那個馬達在那邊抽嘛，用抽送的方式。對，那目前這塊土地是還是軍方在管養，我們只是借他們土地來做一個臨停這樣子。南部地區目前擱在低壓帶範圍內，而且西南風變強，氣象署提醒南部地區對20開始到23禮拜落雨時間較長，會有陣雨也是雷公雨，各地天氣也是真無穩定。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。